另外，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看到，今仔日是无拉克风台10周年，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早起时就坐高铁落南到高雄，来到寺庙替风灾不幸无命的往生者来祈福。拄好拄到今仔日透早又搁有地动，风台嘛慢慢啊挖过来台湾，王金平嘛特别替台湾来祈福。咱做伙来听上新的访问。感恩诸佛菩萨的慈悲，那么让这个八八水灾的往生者都能够获得一个好的引导，能够往生净土，让他们能够离苦得乐，而且重建工作也非常的顺利圆满。我们更祈求今天这个风灾不要再让台湾来受苦受难，那让大家都能够获得这个平安。听说谭市长就是有透过张忠谋，然后呢说想要联络就是郭先生这样子。这个我不清楚了，不过因为张忠谋夫人是郭台铭董事长的表姐平常当然台积电跟鸿海也有相当深厚的一个姻缘嘛，所以有没有效不知道。不过呢，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